呢個音效成為全世界3億人嘅娛樂，無論用嚟打發時間、揾話題、追劇，都離唔開佢。2025年，佢係全球第18大網站，一個無所不在嘅文化巨獸。但係呢一個價值數千億美金嘅串流霸主，本身嘅故事可能比部分 Netflix 嘅劇集更加精彩。佢創業嘅 idea 連 Hollywood 都睇唔起，因為佢嘅起點唔喺雲端，唔喺光纖，而係一個最平凡無奇嘅信封。故事係由2位創辦人開始，一個係電腦科學家同數學家，另一位係資深嘅行銷主管。當時 Randolph 對於 Amazon 非常着迷，佢想揾到一種可以透過網絡銷售嘅大型可攜式商品。佢哋首先諗到嘅係 VHS 錄影帶，但係好快就否決咗，因為佢哋太貴、太重，同埋容易喺運送嘅途中損壞。但就喺嗰陣，一種新嘅技術正喺美國萌芽 DVD。於是佢哋做咗一個簡單嘅測試。Hastings 將一隻 CD 由佢哋位於加州嘅辦公室寄俾自己。24個鐘之後，當呢一隻乾碟完好無損咁樣出現喺佢屋企嘅信箱嘅時候，一個價值160億美金嘅家庭影視租賃市場迎來咗佢嘅顛覆者。1997年 Netflix 成立咗，佢冇實體嘅鋪面，但比任何嘅鋪頭有更多嘅選擇。呢一個就係長尾理論嘅最初實踐。Netflix 嘅潛力好快被注意到，喺公司成立冇耐 ，Amazon 就提出收購建議，價錢係1400萬至到1600萬美金之間。Randolph 覺得呢一個好公平，但係擁有70% 股份嘅大股東 Hastings 喺回程嘅飛機上拒絕咗。佢望得更遠，但係初期嘅 Netflix 仍然係模仿傳統嘅模式，逐張碟嚟借。去到99年，佢哋先推出咗真正嘅革命性武器——月費訂閱制。呢個模式喺2000年被確立為核心業務，一個固定嘅月費，冇限制咁租碟，更重要嘅係冇到期日、冇遲交嘅懲罰性逾期費。Netflix 徹底移除咗租片體驗入邊最痛苦嘅部分。然而喺佢哋準備大展拳腳嘅時候，2000年嘅網絡泡沫破滅 ，Netflix 陷入虧損，彈藥即將耗盡，佢哋被迫低頭向當時嘅產業霸主求助。2000年，百視達係影視租賃嘅絕對王者，而 Netflix 只係一間喺網絡泡沫入邊垂死掙扎嘅新創公司。2位創辦人飛往達拉斯，向百視達嘅 CEO 提出一個方案，要百視達用5000萬美金嚟收購 Netflix， 而 Netflix 將會為百視達營運線上業務。喺會議上邊，2位創辦人甚至提議 Netflix 可以改名為 Blockbuster.com。根據 Randolph 嘅回憶，當時百視達嘅 CEO 對呢一個回應係，佢覺得呢一個簡直係一個笑話。而百視達嘅 CEO 亦都公開表示，網絡歇斯底里咁樣完全被誇大，佢拒絕收購。呢一場會面而家被睇嚟係商業史上最致命嘅誤判之一。被拒絕嘅 Netflix 返去加州，佢哋冇得揀，只能活下去。佢哋勒緊褲頭，甚至喺2001年裁咗1/3嘅員工。DVD 嘅出現改變咗市場嘅風向。01年嘅聖誕節 ，DVD 播放器成為最熱門嘅禮物。突然間，所有人都有咗播放器，而 Netflix 就提供咗最方便嘅內容來源。02年 Netflix 成功上市，03年佢哋實現公司史上首次盈利。05年 Netflix 每日要寄送100萬隻 DVD， 呢一個標誌性嘅紅色信封，服務數百萬個美國家庭。百視達終於開始反擊，佢哋喺04年推出咗自己嘅線上租賃服務，用埋佢哋實體店嘅優勢，試圖扼殺 Netflix。一場殘酷嘅價格戰就咁開始咗。但 Hastings 知道 Netflix 真正嘅護城河唔係 DVD， 唔係嗰個紅色信封，而係數據。早喺2000年 ，Netflix 就推出咗名為 Cinematch 嘅推薦系統，佢哋痴迷喺預測用戶想睇啲乜嘢。06年，佢哋做咗一件轟動科技界嘅事，發起 Netflix Prize， 公開懸賞100萬美金，任何人只要將佢推薦演算法嘅準確率提高10%，就可以拎走獎金。呢一場競賽持續咗3年，吸引咗全球最頂尖嘅工程師。呢一次唔單單係一個 marketing， 而係 Netflix 同全世界宣佈，佢哋唔係一間租碟嘅公司，而係一間科技公司。諷刺嘅係，07年2月 Netflix 慶祝佢哋寄出第10億隻 DVD，佢哋悄悄咁樣上線咗一項新服務
Watch Now。Hastings 多年前已經講過，佢最終嘅目標一直係串流 ，DVD 只係跳板。但係當串流時代嚟臨嘅時候 ，Netflix 就犯下咗品牌史上最大嘅錯誤。11年 ，Hastings 決定將公司一分為二，串流服務保留 Netflix 個名，而 DVD 業務就改名為 Quistis。更慘嘅係，用戶需要為兩個服務分別付費，總價大幅上漲。用戶嘅憤怒排山倒海咁嚟，呢一次被視為巨大嘅背叛。短短幾個月 ，Netflix 失去咗80萬個訂閱者，股價暴跌咗77%。Quistis 成為商業教科書上嘅失敗案例。喺災難面前 ，Netflix 亦都展現咗驚人嘅判斷力。僅喺宣布 Quistis 23日之後 ，Hastings 發表公開信，承認佢搞衰咗，閃電咁樣撤銷成個分拆計劃。呢一場危機亦都令 Netflix 學識聆聽客戶，而活下嚟嘅串流服務好快就發現咗自己意想不到嘅超能力 ——Netflix 效應。以劇集 Breaking Bad 為例，呢一部劇喺 AMC 電視台播出嘅時候，收視率一般，差唔多要被停劇。但當佢上咗 Netflix， 觀眾第一次可以 binge watch 嘅時候，第一季補到最新進度，結果呢一個劇翻返去電視台嘅第5季，收視人數翻咗1倍。Netflix 唔單止係播放平台，佢正成為一個文化放大器。Netflix 知道你重睇咗邊啲片段，喺邊一度暫停，咩時候棄劇，佢哋喺 Netflix Price 嘅時代就累積咗數據，而家發揮真正嘅威力。11年，佢哋做咗一個史無前例嘅賭注，做自己嘅原創內容。佢哋睇中咗 House of Cards 呢個項目，數據顯示中意原版英劇嘅用戶，同時亦都中意導演 David Fincher， 亦都係 Kevin Spacey 嘅粉絲。呢一個交集非常清晰。Netflix 嘅出價震驚咗成個 Hollywood， 佢哋跳過咗所有傳統電視嗰一種先拍一集睇睇效果嘅流程，直接抌咗1億美金訂購整2季。更顛覆嘅係13年，佢哋將13集一次過放晒出嚟。呢一個唔係電視，呢一個係 binge watch 嘅正式加冕。Netflix 正式改寫咗遊戲規則。House of Cards 贏咗艾美獎，成為第一個拎得到呢個獎嘅串流節目。跟住勁爆女子監獄嘅大獲成功。Netflix 唔再係內容嘅租客，佢要成為業主。去到16年，先係帝國嘅正式建立。喺當年嘅 CES 大會上邊 ，Hastings 宣布 Netflix 將會同時喺130個新國家或者地區上線。一夜之間 ，Netflix 由一間美國公司變成全球性嘅娛樂平台。但全球擴張雖然有全球內容 ，Netflix 開始喺世界各地投資本地原創。佢哋意識到一個好嘅故事，無論嚟自德國、西班牙定係巴西，都能夠吸引全世界嘅觀眾。一場前所未有嘅內容競賽正式開始。Netflix 嘅年度內容預算飆升到去數百億美金，呢個數字甚至超過 Hollywood 嘅一啲老牌片廠。佢哋簽咗一啲金牌製作人，甚至簽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夫婦。Netflix 贏過奧斯卡、艾美獎，佢哋唔再係挑戰者，佢哋本身就係 Hollywood。然後喺21年，一個嚟自韓國嘅劇本證明咗 Netflix 全球策略嘅終極勝利。魷魚遊戲喺上線之後迅速席捲全球，佢喺90多個國家排名第1，成為 Netflix 有史以嚟觀看次數最多嘅劇集。呢一部劇嘅製作成本只有2100萬美金，佢創造嘅價值就有差唔多9億美金。更重要嘅係，佢證明咗 Netflix 打破文化壁壘嘅能力。一部唔係英語，亦都冇 Hollywood 明星嘅韓劇，可以成為地球上最火爆嘅文化現象。正如 CEO 所講，韓國內容嘅不可預測性成功捉住咗美國觀眾。Netflix 成功咁樣將 K-drama 由小眾愛好變成咗全球主流。但帝國越大，敵人越多，越嚟越多傳統嘅巨頭紛紛建立自己嘅串流平台，內容戰爭變得更加殘酷。22年 Netflix 遭遇咗10年嚟第一次嘅訂戶流失，華爾街開始恐慌，股價一夜蒸發數百億美金。嗰個曾經無所不能嘅增長神話，似乎走到去盡頭。Netflix 面臨住新嘅現實，市場飽和、激烈嘅競爭，以及一個巨大嘅內部問題。全球有超過1億家庭喺度共享密碼，巨人被迫轉身，
佢哋做咗兩個曾經堅決反對嘅決定，推出更平嘅廣告支持方案，同埋喺全球範圍裏邊打擊密碼共享，同時公開開始裁員，用嚟控制成本。Netflix 嘅黃金時代正式結束。喺 Netflix 努力咁樣應對串流戰爭嘅同時，一個時代悄然落幕。23年 Netflix 宣布佢哋喺9月29號會寄出最後一隻 DVD。呢一個支撐公司渡過網絡泡沫、擊敗百事達，同埋為咗串流鋪路嘅業務正式走入歷史。由1997年第一隻 CD 到23年最後一隻 DVD， 呢一項服務總共寄出咗超過50億個信封。一個完美嘅隱喻 ，Netflix 再次殺死咗自己琴日嘅業務。創辦人 Hastings 亦都喺同年卸任 CEO， 交棒俾新一代嘅管理者。Netflix 必須再次進化。咁 Netflix 下一個戰場會喺邊度？首先係遊戲。Netflix 佢建立咗自己嘅遊戲工作室，將佢放入去現有訂閱，試圖將用戶由觀看轉變為互動。其次，亦係最關鍵嘅係直播。呢一個係傳統電視網最後嘅堡壘。24年，佢哋投下咗震撼彈。Netflix 簽咗一份價值50億美金嘅10年長約，由2025年開始獨家直播 WWE 嘅王牌節目，跟住佢哋攞埋 NFL 嘅聖誕大戰。從追劇到體育直播， Netflix 正喺串流業務進化為全天候嘅超級娛樂平台。佢哋甚至計劃開一個叫做 Netflix House 嘅實體娛樂場所。從郵寄 CD 到挑戰全球體育賽事嘅直播權， Netflix 嘅故事就係一個關於自我顛覆嘅劇本。佢哋擊敗咗百事達，因為佢哋擁抱網絡；佢哋超越咗 Hollywood，因為佢哋擁抱數據；佢哋征服咗全球，因為佢哋擁抱在地嘅故事。而家面對新嘅挑戰， Netflix 再次撕開自己嘅舊劇本。因為喺娛樂呢一場遊戲入邊，唯一不變嘅規則就係你必須不斷重寫規則。